人家喊佢采茶米，将佢老采茶戏北上等候。台湾光复后，正式演出大戏，从出生戏到平安戏，往来南北，戏肉不断。干绿唱片无数。1967年，因病过身，留本人回味无穷的采茶戏意象。有很多唱米外吼，我好有很多采茶米的，主要有很多采茶米，你去做也个采茶伊相当有名，不说起来，我好很多采茶米。其迄客家也个铁皮，在台湾铁皮也个西马的吼，做采茶戏。当年间吼，民国初年也个台湾采茶戏吼，大部分是西来。做阿丹的也是西来，但是呢，还有人吃到讲，也是咩需要传承，都有人开始属一个学生的时候，属学生的时间，等于讲阿婆去加这段时间，细听家妈妈家妹带点去2、3姊妹去从一个梁阿泉先生学戏，不说去老梁阿泉先生。也都好的时候，但是他还比都14、20岁的时间，也都出来都有参加采茶戏，可以是也给采茶戏有改变，很多改良戏的时候就变采茶戏，也都也接触到人的学业，所以后尾也做人的客家采茶戏。采茶年代技术除了老一三角采茶戏来传承，只要有教到的也个年学生啊，还好去改过台戏转过台戏的时候，去创业个平板相当的特色，只要有一个创建。你讲什么路哎？我是我来去咯，我只做嘛，不是讲做按多钱。唔怕啦，快，我下面来。夹来食。伊会做阿丹，也会做阿楚啊，也会做，伊会做好多个角色。基本上来讲，当然自己就会这样子的表演方式呢，还是比较安尼传统的采茶戏。不说别个创业啊，还相当好。那泡菜个也个采茶戏的部分当然除了第七家也个戏的表演相当有意义，今天也个好的尝试以外，也有在搞得学生来尝试。最重要的，不看你通过阿爸啦、阿伯啦、包括从小有许多呀个影响，不所以至于还有再个将要客家采茶戏继续来做传承发扬。郑先基3演采茶戏的主角，28岁开始同90陈火田夫妇创山歌卖教育，45岁老人合组小米演戏班，为了应付当时1年1届的地方戏曲比赛，开始致力编写剧本，经过几届后，成为一名能编能演的客家戏曲先生。细汉那时节咧，我就在保利，还是在北港学校读书。
后来光复了后，俺西屯那个北江河，还有阿妹啊，上来龙潭庄我家，去寻木球啊。哦，嗰陣時間木球都是那個新湖橋戲院做戲啊。我老阿妹做這尋那個木球，所以我講啊，從小我提木球嚟做功夫好咧。嗰陣時阿妹將我教半那個木球，弄會खे因。行到沿外這個行，向前每番。那個沿外房仔而家行沒有？下文學嘅喲。沒有學沒有？下咩？咩？而家行沒有啦？係啦。做乜嘢啊？那個時講就話悶闊咯，搖之喎。喺年年落落幹腳嚟掛結症，看大夫，看到中山一開刀。四龍才真難啦。後來我就落去一時節，數嗰陣時腳趾先多咪嗬，我就學打通咯，打啦有上研究咧，還做一方面就看醫嘛嘅，所以要起出來看得清楚咧。後來搶有人打車了後，我就改為做前場。前場了嗰陣時哦，大家都做出嚟啦。比如講，你種腳趾有缺，我就去補啊，那個三腳採茶戲嘅地位度啊，大部分按三腳採茶，伊一出台啊，就有旁頭，喺兩沙對答反映嘛個小問題啊，就有嗰種師傅化、歇後語來形容。還有講哎呦，從那擺事情發生上了，哎呀嘛講我呢一擺財神要聊天嘅，跟住那個又講，就係開刀咧聲音咧，跟住嘛講破產了，破產，所以送關羽啊。當然講法我唔直接講，係拿法拿書，也拿乜嘅東西嚟比喻，你咧三個。你講佢冇文章，往往都有文章。特別有書，唔會壓機，要拿嗰邊吊機，所以佢唐詩三百首啲嗰度都往往要寫平仄，所以咧唱山歌、錯歌一定要有平有仄，要有押韻。對得好，不可以認真，5年我呀。Yes. 祝福開始啦！看在你阿妹呀，美夢成真萬事宜，謝謝。戲啊，清新行，無論好老莊、唐人莊都清新咗出嚟。我嗰陣時網友咧個垃圾哦，網友講嘅，網友啲天書機，所以一般咧農家人一閒咧，所以我哋看你，今年係比較多天書按多按節目你嘅翻新啊，比較看戲都蠻強。喺頭擺看戲非常強，一張停過一張，一張停過一張，所以問題是咁嘅。所以雙參半線做本情看行到暗唔知做戲做本。你該按照家邊看嘅。陳慶祥從小聽家爸陳鳳先生學習才讀嘅來現嘅德冠戲劇同九腔18跳，台灣光復後，自家組織八音團，以家班嘅形態在北台灣各客家中演出，逐漸別節雲林。果屏、華東、台北等地係客家八音階嘅一代名詞。
随后，一次听家把嘅陈家班白干八音团在各客家中演出，係客家傳統音樂嘅少見嘅老樂師，也時常擔任民間同公家演技曲各位研習嘅指導教師。客家八音我去有一個菜他嘅啦，豬尾羊鉗過那個鹹嘅，加鐵絲豬比較講很多鮮熟嗰邊生意頭前做菜那個鮮熟嘅料。那就山台唱下嚟嘅西方嘅音樂。八音就聽那個爸爸就出去做了八音啦沒有飛啊！那個身上啦我冇拜過師傅，我爸爸就傳統嘅，我學嘅係
那个塔的、够咸的，两种较专长的啦。客家八音样啊，吼，属于做爱就传下来传统的音乐。呢个音乐啊，以后的音乐，所以没有希望咧，就后进的后生的，哦，我学有人要学，人家可以讲传承下去，传下去本地啦，就是个好嘅，唔会讲那个人嘅客家八音乐来消失退去，来失传退去。范永上。其自编唱功夫非常嘅了得。1974年，新店北投有请其教徒八音。1998年间，同郑永梅合组阳山八音团，进入南北客家庄嘅庙会是常见，得到非常好嘅评价。就是真啊，做跳都5年前啦，5年前下子。是卖去读个，本啊爸爸跌落嚟，就被电起啦。电起之后，爱就讲爱是亲有心事嘅东西啦。从小啦就多少会学爱先咯，用因有心事，但是可以算学，就学13岁是爱跳，杨添先生咧教，如果个爱跳有教。家嘅先生教啦，從來就天進到學到16、17歲就學人氣啊，有做戲，做如果我爸爸知道咧，還是就轉來就轉來如做唔係條路耕種，耕種結果你做唔會掉線啦。唔係認真做呢些啊，還是結果我哋做好走嘛。八音是吹丢点，可是按照八音，这个手曲就一样在内啦，有曲咯，有曲路，曲路加重，有四路，二方，金钟慢，按照个金钟慢，按照个幅度。四路复路，二方要加重啦，跟住参
才能按照发现的。越好有10几岁哈，接来下面来。你想像这最多像个打鼓啊、投手啊哈，这50多岁、56岁了，56岁了，里面最年轻的50多岁了。哦，跟一般人都67之多哦，他不会做的。下来你过去就没有了嘛。赖撇下，从山歌小跳到采茶戏曲，在50多年的演唱生活中，参加过无数的国内外表演，留學校社區的巡迴演唱。期間，干預70張唱片，在1970年代一部全客家語的電影《茶山情歌》中擔任編曲老主唱。石打金枝，金包皮啦，我一心哦，打来爱送本你啦，你想。金枝系统大家哟，救你哟，将地爱色彩心啦。那从細個我暑假嘅時陣，我爸在散讀嘛吼，啊，聽人唱嘅散歌啊，就感覺到。非常的亲切哈，一下躺就躺地去唱嘛东西啊，那声音啊是当好闷嘛，就是闷到的结果讲我哋按嚟你客家嘅山歌啊，那麼這個也喜歡他的漫天下哈，像神經病嘅馬上會唱就是百事風雨哈，去唱教人啦，啊，同時也到那個歌詞各方面落去。落去采起來、寫起來啊！吼，咁有啲寫嘅時是用主音啦，哈，落去打勾勾啊、打圓圈啦，按一家地嘅範圍內吼，還用日文吼，我愛通一本書嘛，用日文落去主音做起來啊！吼，還因為客家嘅山歌吼，它是用動詞、用 word、用音、同音一致來比出來，讓你認為講。他跳是情歌，就是情歌。你認為講，你唔係情歌就唔係情歌，它有雙關的意思的各位。所以我就是被那個歌詞迷到，太美太美。我啱啲講咧山歌嘅魅力暗紅了。我提這個電話講山歌的當街唱啊，就是我一個。該跳呢，該唱按行山歌一下唱吼，規隻街上天天用減睇。汽車來，去奧多來，行路來，通常去點來唱啊，行該去做生意嘅人嘛，就當機嘛，可能啲效果如何，所以自己嘅天賦啊，各種東西都挺好啦。還了還有其中唱片公司也來請我，天台也來請我，還我係主持節目，就這樣一步一步走過來，就把那個客家嘅文化、客家嘅歌謠帶上大眾媒體。還得想了，安樣還唔啦？天台又限啦，被控制的啦。那麼想辦法，安樣扮演呢？將一按美好的東西擺上，本太之間能夠看得到。就你講啊，時兩人做辦件事，又摩托秀又好做哦，寫一個茶山情歌。我需要條馬歌啊，不必要騎馬，並ไม่บอก牙子，難得大水啦。那麼用這個方法，還
然后个宁波落地给打个梁山伯祝英台用手打对腿呢嘛，个几个小时，个跳架强度最安太只，伊讲好猛地讲。个梁山伯祝英台是风遍台湾全省啊，讲到个黄梅调，台这像电那样，看10个遍没有看，啊排队就看得出来买票啊哈，排队就看得出种人潮，变多你的客家庄我配不应该咁讲哦，客家庄，你的客家天然啊，个吹队伍哦，比己好，比见人潮好多。变多啊，变啊。sắc theo hoa chiều ăn ngang à thủy to áo nhà na phan phan sư la xin mò gà kỳ ba con thén nó sống à siêu à mama nhau cha na齐木真20岁前全凭伺候，练就一身卖唱功夫，听卖乐团，杭州各地的客家庄。30岁的时节，从返港新戏学来县的才读的，其后虽已向关西名国先生学得名利养生，乃不忘参加各项山歌比赛，得奖无数。đời em đi chiêu lời trong hạt ô na hạt cả chiêu ai chẳng theo cao dừng ngọc và 18歲就夠了，就學唱歌了。30歲就開始學弦了，學那個胡琴啊，學過呀，自己經典。13歲是做廣府是出門賣東西，賣茶古這樣多。差不多20歲就去拜竹東的王先生，王永燦先生。青葱椒是叫认真呐，青葱椒啦。个第一次是有一陈先生去访问去啊，去喷那啲糖啊，喷那啲糖，那是接去请去了啊，你都进喷了糖啊，个东西就等于好多啦，个也没算我能用来搞啦。无唱福建的先生讲赞你来福建东西啦，先生搞安尼叫咩无样来搞，其实见爱俾你糖，安尼肉进去啦，进糖，讲下我都福建哈，意显胖虎啦，那你传统性的时候我都意显胖虎啦，该国我的时候我都国府、大府、总府啦哈，该无同样哈，该做乜爱国我嘅啦，你爱那个传统啊，山歌太茶、九腔18条啊。手中那个我们意显胖虎，设计啊，学个设只，就我们意显，学个太只个就我们胖虎，学讲的太字哈，福建呢，不拜先生啦，无拜先生，无法出爱出东西出来啦。那先生啷个讲？那条我们贡献，那条我们马先，马个我们讲溜车，几多只手指。一隻手指，馬家2隻手指，馬家3隻手指，馬家4隻人球我都馬家該按人講，你就只有愛出來個跳出來，歌出來，都彈個跳啊，你都不中意上學啊，都你上學各方面很中意。煙花就來
在青阳岗啊。林炳欢1949年因缘机会下拜知名客家艺人竹千元为师，从此展开做功夫卖艺的生活。为了应付人客对表演内容的多元需求，到处吸收客家山歌、儿歌、顺口溜，留各式插戏，自成一家。插字呢，它包含相同法，一個插字有一詞啊，就係話特別所有在路巷、農村巷，係所有咪做功夫賣嘢插沙嘅所謂，一其中包括變模式哦，變大嘅變模式嘅，這有一種啊大產。哦，國式啦，如果大產嘅佢做功夫，佢也係一種。人呢種表演係唱歌嘅，人講出擺大菜菜賣肉嘅，神腳菜菜嘅條嘅，包含也按照種啊，叫做插字、切字。民國31年到34年光復當時啊，我就係屏東嘅飛機場啊，一個航空廠啊，做一個售貨員，飛機售貨員。因為我做交通嘅人，我對交通方面啊有興趣，因為你本身在飛機場嘅時間、售貨嘅時間，我除咗稅務以外呀，連售貨飛機嘅時間，也所有通災我就有通，我就通過嘅，我對交通方面相當有興趣，我有啲成分。哪来路哎？我当时呢，再不是不是看我啦，还是啦，那喂，你讲俺啦，俺爸我不用哎。過後有電視嘢啊，比較而且如果看電視嘅，比較一個出版方面啦，咁冇人看呢，所以我屬意了以後啊，我就上北埔。我哋上咗台北接觸嘅，在長間移咗有台北市嘅。咁嗰我以後我出來人員啊，都我以前啊，20年前啊，不是參與一個好老闆嘅民謠，北幹啦、南幹啦嘅呢，我會打鑼鼓啊呢，喺度羅東啦、宜蘭啦、東埔啊，東北角人啊，就話個。羅些年呐，從那年安尼數年啊，安尼運年啊，也改少咗，絕對冇咗，唔可以夠土地咗，我漁船人畜係咗，所以以後我就可以出嚟。人在有感空中的这样的做大人类，是老多大都做，忙里看到人家比我比呀还，咱们有係啊！啲屏東啊，就組織一個樂隊客家嘅體火房藝術團，嘅所有團人呢，漢樂、國樂、白燕、神腳製茶，新式嘅前邊嘅流行客家流行歌，全部都會。嗰個北埔啊，
也有现实也有5、6个讲啊背下历史的，所以让啊出的本科的效果啊出的很厉害，大家也最方便的。杨秀芬19岁学神话出国，20岁结婚，开始杭州功夫。24岁参加组织杨家国术馆，同家太太杨喜五妹，杭州功夫卖艺，逐渐走遍全台，擅长客家、茶鼓、民谣等切法。好，来预备，从打鼓点开始就不要讲话了，来。我们南方人就上山做干的啦，种树树啦，就好无聊咩，就成日嘅搬山药就已经讲啦，风凉凉吹啊，遐都面爽快心情又好，就创一个搬山药，就那是一种嘅对火山嗰样嘅啦，男女对唱啊，对火山。我哋嘅就讲表示人嘅那个精神以及大家歌谣都有兴趣，还有你唱出来那个情调，是会火。无的工作无的工作出小课，按慢路面嗰個將牛皮定入去，用嗰前途，一講小課，又出盤嘅，佢我做嗰時就冇做我彈起來，啲啊也冇做我彈起來，有時錢都愛，冇都做唔得，出來嘅情形，講過學過嘅最主要冇內向啊！我就愛出場8歲就開始練功夫，練學大拳，都學大拳頭，就打到老差不多，練到老，我都去變過，也是14就給變，台灣人唔是14是基礎好，頭腦好變化大，佢台灣人唱就個土白。今年你唱到個文化，不過實際唱土白那個效果。八字全熟，來了嘿。山啊講唔錯，來橋啊猛啊開，太路唔行來，上啊溜啊台喲那一個就半山腰嘅。山下歌，叫做山歌，日本人都係嚟唱。山下歌，山歌唔錯哦，人日本人都學過嚟。啱日本人咩？山下歌唔錯啊，橋啊猛開喲，太陽路。嗱，你美濃人嘅特色都有3種嘅歌謠，半山謠。長一排太步調，那個太步調同長一排兩三年去演講唱，老實講表示那個中氣十足，難怪有8個中氣啊！就演講當我唱歌本人彈，鐵點發揮人哋嘅歌謠，天意咯發揮人嘅閃唱嘅力量啊！因為一下開一個講一下嘅，所以那另一個時間準備冇乜好聽，冇乜好看。
江擅长各式传统建筑，包括三合院、四合院、老南北式宫庙、家祠、祠堂等，像北浦南浦村、金刚寺、新浦的三级古宅、小刘家祠、老北浦的一级古宅、金刚佛，全部都是佢建造过为修复的成功案例。寒芒天太高，特别的一下促销好毕业哈，有些我是要医院来做那个奶水哈，所以说要现在要医院，因为我每个中级阿爸哈，伊系做台苗的师傅，哦，就像我那讲一点，我哋做前后那啲，俺是那个，俺中意是讲俺啲按食，啊，蛮好也好，是退休毕业，是做转要害哈，做转呢，刚才16岁，16岁是15岁，人啦，冇慢知道是的，俺是到去做学特别学士也蛮辛苦，冇买钱咯，该是冇钱咯哈，人烟啊。刚才台工人是做人35万元，是工人啊，台工人35万元，2030万元。俺以后是这人员做人是8万元。要把讲我哋讲，支付单我哋出门去做台务的时间哈，但是因是看到老了洗出什么供养，专家是因来散步，让我哋爱大家打不闲啦哈。其实整个让我哋散步最好轻便便，写进水pan便便咯哈，前面水嘛pan便便都服侍我哋用嘅哈，按部头到按照灶台我哋按配我哋是穿着是头强调爱用嘅哈，洗面水小心的洗面水是，恐怕是。都是看台都挺好玩的哈，人家还记得是多嘞，我跟我嘞都是普遍的，我买台式服的买东西都是好感觉，做人好多嘞，是好普遍的嘛。今年是在我穷人会说，是讲唔谈嘢生意好唔好不管，便宜就有选择。老头摆转呢，壮硬的哈，到底下300人元嘞，300人元嘞。很非常硬，你还是的，网友经过叫研究，实测嘞，主要是学了我哋三合院啊，三合院的安尼，嗰陣時是也挺少的啦，過了是也有左右2槽的那轉的喎，過了是將個風轉呢做加槽啦，做有好多槽啦。傳統嚟，我看到啲當我們將那邊特別是咧佛方屋。人家摆在咧，差多咧烟不嘅师傅了，老实讲哦，挺少啦哈。其实现在开始变阿烟饼的咯，阿烟饼当落去就冇同样面貌就冇同样了哈。边讲那个3合院、4合院是好事，你改土瓦嘅，那改土板瓦嘅，每套是冇同样。是叫传统式的工业型的做法。伊啲唔系，本该铁工嘅、铁木嘅，组合式嘅。人也是活的嘛哈，技术达，那是变成是冇传统的嘛哈，做些比较洋的嘛，所以我哋实验室透露自己其实会自然淘汰。有佛孙15岁的时节，从同乡奇妙法，在杨梅石福宫开始雕刻成法，后来拜名相王桂丽先生为师。1985年开始民俗木雕创作，1989年
决心以寺庙为主题进行创作，多年下来已经举行过多摆的国展，作品披受好评。我15岁是开始学诗，开始学诗的时候，我师傅就那奇妙法奇妙法我学诗学2年后啊，我师傅就死了，我就冇出师就走过王桂里，从入王桂里，喺台北人港口嗰個王桂里先生，又聽佢辦學辦咗，在台北龍山4年做了是哪我都進去學，哪會進去研究。我是全台強廟行全台強廟我都有去研究啊，所以我係講。今年學士學出來時間啦，一講多得個冇出事，唔過我也聽研究，我也聽為研究那個宮廟嘅事情，你建築物，宮廟建築，因為古屋啦，那個我也聽為研究，研究多年來咧台灣的建築款用好，建好咧是，即係講係了解古廟了解古屋冇好做嘅冇好做嘅時節佢就改行嘅，就做木匠，做泥水，學做泥水，學做木匠，做嚟做去年紀都大咧，我是冇得做嘅，我是想你做也唔會賺錢，該做也唔會賺錢，我就改行做裝潢今年民國74年啦，民國74年我就開始做了民俗雕刻，做了個傳統頭擺人做塑手做本來後台人好看有人愛就買佢，冇人愛我就甲標，我作品。展覽進嚟都要得到感謝創啦。民國89年中華藝術基金會又有請展覽佢要頒一個終身成就獎俾我。目前連雕刻部分手藝這個樣又得到終身成就獎，在呢全台陳富雄16歲時入門，多年下來已經40多年，因為神主牌的製作過程，同雕刻、漆工、彩金、木工、書法、彩繪等工業，全部做喺專業分工。但是因為產業沒落，人才凋零，陳富雄只好一書包辦，也因此練就全方位的技術，成為業界第一把交椅。林班有事同乡，无事不敢公论。为人你人传堂，全日同工，你公主堂重建乐县，先祖登看滋养权，向北天地神明，日月三纲为同纲领，在天家。一茶大，在水家有
山高江在九家，义勇出天。30-40年前啊，你按你台湾的社会啊、环境啊，大家都唔係真好。我哋嘅祖先啊，我哋嘅爺爺啊、阿爸、阿公、阿太，全部都走了嘅條路。就阿太呢，都體力啊、殘疾啊，改變成學量嘅收入啊，傳在呢台灣。熱心呢，就經營了嘅行業那種事業。事業經營到阿爸，下來呢，我要叫我三兄弟。三兄弟呢，兩個呢就我會發展，我呢就都留到屋企頂啦。也可以講啊，呢個收入啊，客家人嘅傳承啊，冇必失落嘅。不論如何呢，較艱辛啊，較辛苦，都要做下去啊。呢下呢，呢做了嘅呢客家人嘅阿公婆牌啊，太牌啊，第點就要先那個材質啊，那個材料呢，比如我說呢面當嘅，有個豬孔啊，有個必係來萎縮，呢就冇用。吃了個好嘅部分啊，來菜市。第點嘅樹呢，線呢，散當採下來嘅使用。在30年前啊，我這個土地來做事情啦，就感覺呢非常的好，一般好。嗰陣時呢係啲農業社會，大家對啲客家人嘅祖先的敬奉啊，非常的神意啊，非常的神聖。但是漸漸呢，我哋嘅農業社會呢，進化到啲工業社會，啲嘅農業社會嘅肢體呢。落到工業社會嘅時陣，就對那個親情的關係啊，漸漸嘅就係淡化咗起來。對祖先的敬奉啊，就變到上面嘅老頭輩啊，就完全冇重要嘅。老祖啊，流傳下來啊，點燃刻木啊，就為母親啊，表示就孝道嘅根基啊。所以呢呢。嘅上主啊，應講我哋做木嘅人啊，魯班先師啊，就有按照點燃尺、運工尺兩種。啲客家人嘅祖先啊，所有嘅尺寸啊、寸拍啊，就係以記呢個點燃為準，為基礎。咁你市面上呢，所有嘅呢，就係木案嘅根基。故所以啲係說的，細筆啊，天天呢。切呢，我切捲潤，冇本嘢有個有條萎縮盤，有條萎縮拍，盤嘅萎縮呢，全部有同樣嘅關係。叫佢打菠蘿椒啊，像杉樹皮樣，就切唔好看啦。天呢點呢，我切住嘅耐心啊，呢多頭多角啊，全部都係長到來。做咗嘅東西呢，讓佢講，讓佢好看。一菜鹼出嚟啲，你講嘅。金箔嘅呀，就係啲中國大量嘅，為咗復祖啊，嗰邊傳過來嘅東西啊，啲真黃金啊，叫嘅，啲錘啊，有啲真金啊，我哋一張啊，喺度明落去。但上金好嘅以後呢，行出下皮來啊，就講你個完成咧就係睇作品啊。那個啲客家人呢，最主要啊，那個阿公婆牌位啊，然後後來人呢有多少不相同的位數啊。第一點係乜嘅？啲客家人呢，所有嘅阿公婆嘅啲個子孫啊，應該子孫有出現嘅呢，所有嘅名啊，一隻全部都記錄上去。呢就歷史啊，唐宋秦始啊，啲歷代史太古真祖。歷史呢，歷代啊，冇停嘅意思啊，所以一代呢接一代。
加进来。22世时节开始学做南山。1941年，日本人强制停止制作民族服装。光复后，南山装又开始重现市场。1987年，高雄县观光节活动，请先生到现场示范，名声太错。虽然已经92岁的高龄，都竟还是每日传真引线，奉旨南山。24岁是还没弄，60年的啦，听下啦，还没那个蔬菜好饭，哦，他一定来出国都去高雄的啊，我蔬菜饭，10年做行，没弄好，山有情，水有意啊，水没运走啊，没出走啊，山爱见下就孬的，下就孬的，哦，山有情，水有意。市民单位补给他们全部有用西装队啦，有用装队啦。那个度啊，还有呀，等那个做布袋上班那个那个好做，皮带个都那个当做裙的皮带那个都做。还台湾有那个铁丝松南啊，那个磨那个的，今日什么都有挂方便。还有那个金光挂的，有的出茶布，出茶布就是做那个茶就是做的啦。高人的啦，生意高人做中行的，还有生意大的。你看我辛苦，每一个都冇做的，买上面冇的，都够用。一个是女仆诶，你从头冇做啦。朋友啊，冇啦。伊遐尾要跟强啊，都合作南山啊。啊，日本人做市场咩，所以爱福建，唔会做嘢都难。福建嘅都看事咩，算钱本人啊。就算上过时候，我讲差唔多要上过多钱本人。伊做边个当个个出门哟，爱讲唔当哟，孬呀。打一个文化的。刘先生从小听家爸老阿公学习国字的数语，都留下来已经51年。听见时代风气的变化，刘先生整合台湾各地中国大陆的相似，
将书台传承下来的各自秘诀，扩变成中小企业的规模。最基本的原理是安样呢？那个该种的读过了啦，过了用锯吊过熟，这最基本的原理啦。这台中来推到了下，只有差不多200年的呀。我哋行业是我太少到了下。已经到了有5台人了，5台人特别台料是超旧3条了呀。看过来的台湾也冇听啊，继续做下来到了下，一下个人做的手艺冇同样，吹筋冇同样，那个人下要求的东西也冇同样。恰像了下个一种诶古籍的一部分，古台词一部分咯。像台湾地北图啊，还有名诶吼，北埔啊，像林啊，土家啊，是真有名诶师傅啦。像中埔有金门寺啊，吼三楚福啦，像过了是阿勇寺啊，该是真有名诶。汉南埔有个阿胶寺，哎呀，真有名诶！新竹诶，行人是冇按到嘛个寺，是爱信不民俗啊。所以我哋推啲面好个东西，台式菜面吼，我要吸收全台湾有名诶师傅诶个面好个。做特别人做台式菜，我做个恶诶，较香、较派诶，较恶诶面现在真恶个都恶贵啦，因为那台式是因为台式佢是观音嘛，叫大士嘛，观音大士。那这个大士的名字就是名是按照台式啊，台式是观音嘛，观音是台式。这个这种的东西早期是靠手工嘛，手工做些，是爱上台人、上主人做下来，全部靠手工。手工两公婆结婚做了。是又做是又签啦，又做又签，做唔过传唔到签啦。他两三件做，最多传的签是成因属太田，韩国成因读书田，你来买屋个签名冇可能传有啊。但还有一点，这个经常做唔得啦，你台湾的发展按急，台湾的这样是早期台湾人的完全改变，当政府，政府就带动的都手工。手工也是用想办法讲，用样板印章为抗台，抗台所以是台湾强印有条签啦，那条的强印而且伊供应用讲找台湾人的供价2000元做，还是亏本的嘛，亏本还是想个办法来讲，伊个样板转型是，而且他是就墙外路伊冇来挑拣到墙外路，伊也有唔免嘛个公司啊，唔免嘛个工厂啊。还是催我继续请人推广，向譬如推你去做，你该是二手、三手的事啊，是本譬如伊做，我本来给伊做，和挑手安装，该含咱的技术啦，是台湾自家做，安样样转型。
开兴13岁到日本人经营的太行药厂，从此展开家嘅陶艺生活。在63岁嘅年，将厂务交本长子吴昌奎，一心专研创作之道，历经波折，终于成功嘅从传统药业转型为现代陶艺，名声远播。我爸18岁就开始来做一下已经过世了过世的，我就60岁就搞本来，我20岁就开始接家头做，做一下来已经可能有70岁，差不多60多年了呀历史啊，一间工厂历史有60多年。传统我爸属系做传统的。后来60岁个搞本来时的，佢都在做艺术品的礼貌中有来转变啊，佢来那边教艺术，也艺术学校毕业的人来教。后来又看住来教艺术品啊，有兴趣就成人嚟教，他有兴趣就来呢，他自己有创造，自己变化形状啊，从他出来。从家上班嘛，佢都兴趣教安尼陶瓷的人，佢都无名，佢都做咩？佢名都82岁呢，做到一多岁啊。日本时代嘛，日本时代有长山师傅，有日本人的师傅，佢从日本人做，这样是从日本人做，所以呢，长山师傅同日本人的技术合出来，看起来佢睇看佢好像。冇乜嘅冲样啊嚟，有一点变化样啊。因为係做摄影时代有參嘅功夫歌，有參嘅上學，到後來又唔學交通，唔學落去咗，那個東西少嘛，後來轉變高速公路以後，又比較做藝術嘅，又到台灣省公賣局就行嘅，苗栗分通，全部按照件、4個件，全部做就行嘅，交本公賣局。他必要有賺到錢啊！就做藝術嘅就係能賺錢。而家傳喺都冇藝4年嘅嘢，全部藝43歲做，已經做3年咧。而家本後生藝都70歲嘅咩？而家佢都4年都40歲以上嘅都搞本地嘅，做2、3年都搞本地嘅。佢做山寨都做完那些嘢，所以而家時期又唔好，就轉型做比較較少，冇做太3樣冇按太都錯嘅啦。那做過日子過得去就好安的意思啊，大致就好啦。ที่年菜技術啦，因為冇按到機器啊，所以所有做嘅東西全部靠手工來做出來。等到也係圈10年來，因為工業社會嘅發達以後，所有嘅東西就係量產以後靠手工冇辦法達到嘅量。只有完全靠技術，靠個機器一體做出來嘅量。至於技術來講，當然以前因為靠手工做嘅技術來講，另外就比機器做嘅東西較神通、較活潑啦。做機器做嘅東西，因為係量產化嘅東西咧，就講較失敗。因為做飛嘅做陶瓷來講啦，係停定世界潮流流行。目前台灣的陶瓷業呢，因為受到大陸市場開放的影響以後，真的變得動困難。至於講要全部下推冇，因為一台接本一台，唔係講做唔嚟可以但是如果要有安尼嘅技術同安尼金錢去研究發展上有安尼機器。羅松接受副業嘅時節，將棗樹頭嘅原創加入面上，通過等立體雕塑，樹塊天然木雕鮮活，改將產品送對日本展出，名聲響揚。事後才3年成立雕刻研習所，栽培不少雕刻精英。
摆阿公细细个都填阿公胎呢，因为个阿公胎都三方严格那个薯条，它的加工都讲价东西卖日本人。啊，当然阿公细都填阿公胎啊，填阿公胎都我学得了安尼技术，好，做要处理了天然的薯条来的，就卖本日本人去赚到钱的过程法。阿公家细细就较好搞啦，面酥的甜粉也较油，伊都好白土。啊，糖阿婆讲，因为细糖阿婆衰啦，伊讲阿公好白土，我去白亲酱。家时代吼，伊那水分法无按改啊。家当阿公面上都打出去咧，讲遐黄罗枪吼，有9人卡雕刻的东西，啊有生意做。不说家当然哦，连东师大啦，连花莲嘅红州圆圆，松人过来学雕刻啦，我学死诶。我是高东多，东多爱土铁啊，因为我土铁高东多。不说都是阿公做啊，其实一系列哦。哦，所有老落去后有做木箱诶，我记得有共同排法，有木箱，做家己类诶，做蓝莓啦木箱啊，有做啥子诶加工诶，啊有雕刻部分诶，啊做起来薯片新皮来又整糯油诶，不说讲哎呦，有说啥好做，这样的。油人卖，啊唔做拿来卖，啊叫迄个主人讲我切丝啊，就是吃点人做习惯就卖，然后唔做做也好，啊讲就是请人讲出做事过来搞，啊你不用过来搞。因为咱日本条件做到都高高，很有做呢。啊，可能阿公伊讲哦，伊较就可能是讲伊较好偏田野方面呢。不是用田野方面同条件来结合落去，就做到也有上面条件的传统，啊，同配的传统。啊，比如说马桶木、老虎啦、狮子啦、也有波兰小都是较来的话啦。松树果皮较好的，阿公较松树较好是真正啦，因为分比赛会少。那是用阿公。安尼，过顺对下留下3米，不管是感觉轻或轻光用的，天就马鸟，伊都留下来3米雕刻传统吼，同一般雕刻传统完全无不样。后摆雕刻传统就讲较神佛像啊东西，啊阿公同3米的传统就也看到3米就讲天然比如东西较东西安尼传统吼。一难的讲，全世界嘛一难的讲，从3米的地方，也做3米雕刻传统同伊无相的地方，那做当讲用的。林马贵。1922年，田同乡吴振兴前往厦门发展酿酒业，后来转往制茶业，同同乡共同开设钢琴厂、制茶厂，是为了美浓制茶业的烂上。当初是这都你妈贵哈，买手工都伊就过落去太了哈，想要学做酒啊，啊结果伊都太了银行，啊都广东的咧潮族啊，广东的潮族啊，有可能人做茶的。有个一个茶做得咯，你家父的用度啊，我讲啊呢，都有请西的师傅啊，你们阿贵伊这个本身没做，嘿，伊带师傅过来搞土地，嘿，你们阿贵本身没做，我说讲就传下有伊也来的，伊个来。很多林香亮，俺伊也好都有学做插丝，摆茶位个台湾做插丝。不过，方面都讲啊，有太阳沙吧，太阳沙含菜咩？啊，因为那个有我做头家粉咩，啊，结果伊都过去也都落寞个一段时间啦，也都冇做个啦。啊！我做过后，面容真嘅是咧有咧，按照那个古啊真欣赏嘅人啊，哦，啊伊就就是也得师徒啊，哦，又在个做，俺人家安尼一支茶热粉，一支茶热粉的汁，我将伊泡入去吃的哈，吃的食多哩。
装好的时阵咯，我又要开表呢，然后会投放起来，但是唔可以一节安尼一节啦吼，无浸到哦，唔爱浸到的时节啦吼，人家个字拿唔红的，啊你年过早的喂，年那个时节啦吼，哦安尼两种，哎呀免当过还加一种。大家种手叫三角形，那个传统早啊吼，手迄安尼两角，安尼两角背的，吼，伊啊包括东昂还有台湾的歌星啊，吼，新都出个啦吼，啊，可是伊那个背起来吼，伊那个咱要搭背，因为也先不是讲要牵下背，吼，伊啊安尼背下来个时节，伊有样诶。伊也东昂也夹一边用下去，吼，然后落骨，不是哦，伊安尼安尼两夹安尼拨下去，吼，可能也一支杂的，一刀皮骨的，按图爱一刀装子。啊，我是广东讲啦吼，也传下去，也别个讲啊，从头摆讲啊，设计头用啊，今年人事中若是讲啊，今若是变做讲啊，一种诶语。王亚乾係台灣風頭土司自身嘅耆老，攝土至今72年，主持招談不計其數，逐漸遍歷台灣各鄉鎮。1994年，主持桃園新屋鄉天后宮7天7週土廠發揮，為其重要代表作。上兄弟，做咩上兄弟呀？啊，所以那个房唔知下，嘅阿公死嘅嘛，係即阿婆係是盡做，要你做就做啊。哦，也是駐村嚟啊，條路啊，好高些，冇咁識啊，特別多幾棟多。差不多有一些，我高名是，阿爸也有名。邊啊，都出嚟冇得拖啊！阿爸也唔係嚟啊。哦，還是好呀，拖高手是唔拉，你拖開手啊！到13歲學，到16歲就要出嚟啦，就大咗行啊！行下嘢拖高，真拖高嘅。拖高是机械庙，像我庙也拖高哈，但是上个也都是拖高，马术好的呗，哦，哎，嗰啲有班拖，不如買高有病，五條啊，就29。條尾喺度副教條尾喺度攝教，五條做咩事？哦，識仔啦，哦，啲江埔國嘅國鄉嘅啦。
也不行哦，全部都会做，做下辈子就唔會啊，下輩子冇嘅，下低佢冇嘅。总护法只有聪明个人，先天加工练习头发、老书画诗词，后来到日本学佛、老经文，转台湾后又得个人指点铺路、老正业，堪称台湾黑头土司的等级高夫。我祖父啊，传统当时给农业社会啊，有遗留了曾祖父啊所传授的佛学，属于佛教五头的和尚，还同时啊，佢本身也學有藝術，佢也樂意創業，傳統收了不少的土地體制，後阿公也係個第二的體制之人。今日嘅土是非常嚴格，可以講係喺台灣主攻到了比第一推嘅五頭土司嘅創始人，阿爸也叫阿伯、太伯、二伯都要學，後來紛紛去世，成到阿爸保年。佢不但對佛事，同時對人嘅醫學、人樂都有非常的專長。全台灣公廟日、任何大醮、普渡佛事，都會來香港以甚至會倡議執法執法。做和尚就一定要xuất家個做和尚，實在也做了釋教，釋迦牟尼的釋教。當時還做法師，阿爸會吐眼血，生愛低呀，都愛初中。但是佢做法師的時間，佢在商人之後，書法之後，樂譜之後，所有佢多代表人士也好，廟方也好，為了想做戲讓做戲俾人哋看，非常勤戰嘅。頭拜阿爸一定就是草台拜香山，做金山做玉山。目前在台灣冇啲發揮，除了唱用品個頭份呢，五生肉，還有南莊呢，彭醋要學下，目前實在就冇，佢當然有啦。你對體制雖然嚴格，不要人事服務，像這個職務一樣的就。這不能欺騙，對你的忠厚心學習全謙全了。張富華先生學了個15年藝術的時間，佢也講青島客家人失傳的藝術。我這先生本來先進見呢，我哋因為困難，老先生講，先生要聽我哋排解，有唔對的地方要一一的指頭。非常尊重的先生，凡是對佛教方面的事情，非常的專心，非常的熱心。要有體制散居在世界各地也有，但係阿爸在一生對在佛學中呢，對社會的貢獻。
探测。17岁的时节，在史书西汉书4年，天下日后工业历史刊以经典的基础。35岁田家坝卢阿生在竹东、琼林从事完成祭典。50岁后，先后拜刘国珍、刘德兴父子为师，学习专业。孙良60岁开始传授门徒，行遍北台湾客家地区，陈述乡里为冲。嗰是14歲，讀寒書，讀3年，讀了以後，嗰是教也要教寒書，教一2年咁樣啦。以後就是開沙鋪店做生意。35歲，聽下吧，學完先，學完咧是讓呢個就可以讓停手。以後咧講從劉國珍學關於到我們劉國珍老咧，聽見從家來就學咗2年咁樣啦。我們些自家講來開咁樣啦。冇事啦，上當冇事啦，呢兩年。也可以佛法自治就去了，上当那些上工，那些上工落流哦，莫选一路应该莫选莫去。拍副片是油片，拍副片啊，拍副片来一些就冇嘅，酱用片炒好啊，原來。金庸那些水一些冇熱水冇水沖多咗唔得啦，原來。老人的上腳沖多咗唔得，很水一些就上下來洗啊，原來。嘟到比如講。多多些就沒做唔得，馬上會煙會衝到咁樣啦。但是相信冇停錯哦，佢相信一些料個會不平咯，會死咯，也非常萬一跟住冇停錯東西啊。可是天窗莫落去多，像土地咁樣啦，懂的。個天窗係漂亮的。冬天冷，秋年漸冷，雪見肉泥泡，春變泡，人性漸泡。地氣冷，內氣苦，赤氣香，紫氣泡，可以除雪一樣的。人性那些撲雪、落雪。莫按小凶，莫忙東西咁樣啦。落雪只有幾咁樣啦。通舌頭本眾生，赤帶通寫嘅嚟土地啊。眾生講到的，苦多亂做唔得啦。人生的東西有些蠻有時有落雪，有心肝些做這樣。陳文旺從細聽家爸老阿公推人劍骨，從摘時神、初香到開關、挖土、篩骨、清理、熱甕等流程，因為做工謹慎、理解優秀，真屬鄉人一心。連當地嘅天主教修神父、老教友，甚至係現在南部屏東一帶嘅客家莊，也慕名前來禮品。
15、16歲嗰陣嘅聽嗌公，唔明嗌白。cái gì cũng cái đi dùng mà ngay đi sự thì thành quay này của cái như thành chính đi sổ sáng rồi này cái phai lọ ăn ngay đi mới rồi ngay tổ như xếp xí rồi phải xí rồi liên không nhập hạt sáu nghìn chỗ liên东西啊现在cũng là liên tuổi con này nhưng bây giờ là sống chậu这个一主人因的啊，这个强用人就是做这个很不是做，这个主要是这个骨头用炒啊，莫做烦恼，上下的啊，左右的这样。我哋坐啲慣啦，佢就擺好時間動啊，你就開始。回來啊，那快來，快炒快來是開始釀嘛，釀起來是盡力啊，盡力手槍去曬灶，所以講這個按人體去排好些搞轉自己主人啊。然後個主人呢，等於原來吼，含嗰啲總之啥自己宰自己用多嘢用啦。theo lối tuổi rồi đặc sắc ở ham này nhớ này nhớ thì còn thì xin đấy còn nhiều講了吞妹，20歲嘅時節，約二戰總戰前後，因為生活上必須要開演，開始在家中14點嘅做戲，含扮演嘅細生理，因為手工優秀，通透美味，做了新鮮，吸引無數顧客上門。地方上嘅人真嫌佢扮演技，係想起扮演技嘅寫演，就像轉到難忘嘅童年。就是客家的記錄有嗎？他這個記錄有沒有哈？因為他80幾歲很難得啊，他走了把它記錄。86哈。也挺可以，時間我先做做我有空時間，在台灣6歲，還6歲。才4歲，才3歲，一下喺那邊做工，喺那邊做，一點還沒做，在那邊做。他說兩個做人做困難，下來會養活，他們買餅跟買餅買樣，就買點心，要炒餅買啦。是買炒餅還是買飯菜？有的買個點心板條麵，現在特別調你都做，自己買去緊做，你要是攞平本去買，
你先浸好冰软来吼，咱将洗算是变过了，啊将一路抓来吼，咱水分流下来将个开始快甜来比爱啊。跳过洗是怎么样的模像？那模像改建一些就变跳条嘢。哎好，所以扎啊，扎比走来用个小头扎啊。扎好，จากแอลแล้ว用个搅拌的，搞了好 Q 了，弄了好 Q 了。你看搞啲不管散那个贵摊的出来，搞是佢拉来弄啦。我买手平这个手唔得。哦，那这个是三张，手指甲很痒痒，这个三张，其他都好难看啊。这是水滚滚喺度嘅，係啊，一鋪起來啊，係啊，鋪是熟啊，那個白蝦米啊，白葱條啊，蝦米昆水、梅水嘅味道啊，有幾樣乜啊，水仙白甜啊，反正鋪啲地方看人食，葱條啊，喺睇埋葱咧咁樣動自家剁嚟，我長啲要好搞。thế vậy cho mà sữa tọt khối hàng bẹt ra trong cái sữa bẹt bằng xương nghe mai phiền này mua xương汤面的米对啊，这个适合我们3、4、5年级的，应该蛮腻的，不要记得他懂。我做的基本是好 Q 啊，那么你普通好唔可以搖粉，个掺粉都掺埋嚟啦，个摇，个我咪 Q 感冇重要嘛，喺世界黑暗度，做喺度搭係女兩喺度會慢落女樹啊，懂嗎？反正有時間搞，佢特別台港台中創業大班啊。学生啊，普都是打扮呢，像我爱弄饭啊，都是用素爱啊。喺台灣台港台中啊，啲衛生啊，爸喺大對嗰啲位啊，大概南鋪嗰啲啊，大概就我幫佢療膚，我幫佢做火地的，佢咪當公園喺度睇，當公園睇。陈子聪老张金生夫婦以男主半條、女主享有從嘅經營模式，堅持順土而腳、分量而拉嘅長途，35年一路行來，已經成為當地一個重要嘅客家族群美食口碑。板條係從愛鋪日本時代其實可以傳統賣板條了的，賣白了的也就傳統，像賣古了的也就做了哈。但是我家來啊，我家睇嚟啦，我家來迄種看到安東人佢哋食點心叫，含擺台灣未來賣食啊，結果佢就對了就生氣。你啊店都是我愛來就該做，是35年嘅店，阿親嘅店，新婦嘅板條哈，該係隨即當好，
啊米油当孙，啊头摆的因子，安尼农业社会，全部外种因来到了卖干物了都吼，卖到水果转移卖，啊来到了头摆了头新妇也当到建立啥伫遐带，啊伫遐带天营吼是到板条，喊落带到转移，吩咐看因说，我实在是大概感觉新妇的板条是当好些。头摆新妇盖入的板条是真少，啊，你啊见来见到慢盖入是因散步脚是一间店，板条的米，你了见来板条，罗师傅也会去穿下来米质手工啊做的。因他讲，有皮嘅板条用老也见冇同样，上个汤后全部系腌制的，肉骨头汤、猪头肉汤。哎呀，主要那些东西全部弃，猪油见到，虽是早先来猪吃也好的猪油是拿来腌制见好是用个打香油打好是丢出来卖，点心像铜枪菜，猪板然头信用了就专门来煮份香油，那个脆咸甜拌嘛，个了香油前倒好用啦。那香油人伊冇同用，那香油啊，专门洗白伊才有才薄个。啊，像煎猪油啊，前时啊像煎来猪油啊，啊暗时咧煎猪油、电烧，暗晡咧牛香油就点两种，当日2万暗。我不看家族来讲专门卖食来生法啦。啊，我姑了就细，我婆也有搞紧卖食来上班人，啊，所以了附近我姑也有伫了苗片的卖点心，迄个生意，贵界路来讲，也是最好的。所以认为两个老人家传下来的收益，所以老人家传我讲，你引下来，你卖，公平，有良心，引下来到，你莫讲你啊生意当好，是来偷工减料，你照你老人家讲的方法来做，引下规矩是为了清理。林海峰嘅创业史係一項傳奇。江福初原本係一個愛妃廚師，後來才改革白面攤，嗰個主角係當時嘅一項小菜，冇想到披蘇反揚，就將主角為主，開了一家海豐飯店。逐漸嘅主角實變成外界認識萬蘭鄉嘅感官入口。爸爸都林海峰啊，这名论都海峰咩，这个名的呀，伊这个学呢海峰食堂，我哋吼一只猪的吼，咱有4个脚咩吼，咱卖2只前脚的，因为个后脚吼个皮骨头个冻，我哋卖个前脚吼，嗰是捞起来真好食，捞吼伊个因为慢火啊，莫讲个清太火啦。真太火安尼慢慢的卤2-3點鐘啊，卤安尼一路個油拖到個鑊的方去，不是安尼方拿方去就有要人食，老人家你要食少啦，伊人啊好過菜呢，過好食呢，後生的過拿去餅呢，規則嘅拿去餅的人切真好食。不當然同人哋賣幾講餅，攞雜嘢一兩個嘢，規支嘅伊唔會切，伊要食得攞拿出來，安尼切幾開。阿爸一定攞面到嘅，他個人見師傅嘅作用也得做好事也得啊，攞面到啊嘅主角啊，咪撈可能呢要較好食麼？有人要帶一啲，唔可以油啊，都開始叫他們買2-3隻嘅呢，4-5隻嘅呢，過後。那結婚過後都見買見到嘅，我睇到假時節都亂10隻啦，嗬7-8隻安尼。過後因為人多嗬，安尼工業發展嘅下嘅路，他個人都見多人食到好食的，
头摆俺都开始有乡公所啦、农会哈，有出张人员啦，我带了俺个说，点么方式的，个都是都合适都跟宣传，一等来去都必定带过去，佮拢乡公所人买呢，买也必定带过去，我跟宣传，过迄路跟说跟个闹热起来安尼啦。这个邻家吼，有同俺哋18亲戚啦。伊是头摆都同俺哋安尼隔壁买啊，伊都专门买个切个面，6班的买啊，6班的买伊不是走俺哋去看伊都安尼攞2、3斤买，又斤买斤大安尼啊，面大的时节都安尼。伊都同俺哋像攞先攞2、3安尼斤买。面多时候，你个哈巴青多年青老人呢，因为做戏个啊，伊讲个老多好事，他讲因为戏个买呢，唔过今仔日讲我是当米汤无爱人个按好事都错个啦。刘福玉吃醋思病，本人暂不切口。赢得天时、地利、人和，传至今第4代流行舞已经发展成商业观光化的金汉思病之家，口碑延播传承。起饼呢，摕了九公粉，带落去点好的米粉，倒了手天呢，按同时呢，你都有通了起饼呢，送到台底家，做回去点好的米粉。我谢谢原上哦，我说讲哦，其实亲很上来我来聊，还对我不下的对亚家族的开销事情啊，就非常很具体提供给意见。伊安非常用心，伊也是同我讲过，做起饼啊，要听了3万，按因讲有办法做出非常好的东西。按佢呢，除了3万之外，我同佢讲，佢非常的用心，对各地方的企业研究，因为企业仲系会所，仲系条件环境冇同样，所以企业品质会冇同样，加工的时间呢，亦方法会冇同样，所以讲不管乜个企业到佢手上，佢全部要一套非常好的运付方式，入闸啲位啊，你配裝嗰啲位啊，其實佢非常係用頭腦起餅我用慢慢配因為就會試各種嘅挑，用某樣顏挑嚟配嘅，因為某樣顏挑係真，即係唔會苦，配裝入睇嚟去配，曬一下咧呢，經驗會講天氣冇辦法掌握氣候變化狀態，所以佢呢當季節嘅研究呢，亦係配分到啲。大气，咱里头呢整理过，都整理过。咱狗粮是烤皮，皮烤好些这样会炸，那水分呢会炸。咱都皮应该烤好就比散，皮应该没比散。跟水磨一些是用排有的排哈，你要排一些皮会久。都提上面那些还能用手，我提醒你的时间呢，用手来粘一下，粘的目的呢，用啲嘅水分容易穿出来。会去做造，其实你那些做工严格哈，你水不要怎么造，到提2年呢做工严格哈，一定会好造。那到提7年的时间呢，东西变转了，做个起饼，那就起饼。起饼有做过本要造的时间，你地过通风，做出来起饼，这几个靠怕。你啊起哈，到春天开始呢，要开花结果。經過熱天到秋天呢，來轉幫轉風來加工，嚟起啊嘅工廠啊非常難睇。
很普通啦，你讲做一条桥3万元半年就袂好，其实呢，设计只起点吼，真紧，贡献非常大，也等于讲差不多是眼见的时间吼，奈下按因来本书个台吼，天体音呐3者去结合，做出来起点吼，也做得讲，系因你老天爷啊，本因你咧北部吼，来见面吼，民众一下最好的食物，做咧秋天的这些，咧本大家平常咧，非常甜美可口的，起点。